少年朋友拢知影 B-box， 但台语嘛有 B-box。4年前，一个表演的艺术家钱君涵，伊开始找出家己的母语，对台语老师学发音、学家字，伊也渐渐落去用台语搬戏，用台湾话讲故事，望要运用对声音的专业来替母语尽一点力。 你敢有听出来？这是台语的 B-box。简单对一字台语的拍，就会使想出遮侪和拍有关系的词。带落啊，出棍安尼猫落去，安尼猫落，哦，个木金敲卡用声音做表演已经16年，这是钱君涵的专长。不过用台语 B-box 也阁是头一摆。哦，除了华语话，这台语嘅客话，才是我。 真正我爸爸妈妈应该传落来。我这2-3年发现，我有一个方法会使甲这个台语，互较侪人知影，嘛会使来用台语表演啊。台语的表演嘛会使足丰富、足趣味的。有啊，这敢是真的啦！今年41岁的钱君涵，大家拢叫伊大钱。4年前，伊开始找找家己的母语，拄开始用台语演戏的时，也拄到袂少挑战。我想讲我台语足够，结果迄剧本拍开，我是要安怎讲这个话啊？所以迄阵就是华语甲台语掺咧，安尼讲这个故事啊。所以迄阵吼就讲较足袂认真啊。一讲袂认真，我就马上换华语安尼。对口艺专业组用台语演戏，大钱还头登去修正家己家字，伊也用台语讲故事。即阵已经是袂少囡仔兄囡仔姐拢介意的大钱哥哥。但是我冇做会晓啊，我就去厝边。 大家囡仔就专心咧听我讲故事，也毋过这爸爸妈妈伊嘛就专心甲我看，哦，两礼拜怎样直直看，我是都紧张啊，就讲是毋是我头拄个讲唔对啊？会使用表演方式，甲这台语的水传出去，啊，互囡仔仔嘛听会出来，嘛看会出来这台语，哇，这台语遐趣味，我嘛爱学，我嘛爱讲安尼。 大钱对母语出发，未来伊讲伊要继续用台语设计新的表演，互人感受台语真创新的一面。记者阿明金丹保罗台北报道。